花奖得主、著名的吕派花旦陈辉领的表演。他的嗓音清润，表演灵气十足。今天他要为大家表演的是粤剧诞生初期则广为流传的夸张、滑稽、喜剧色彩浓烈的《九金姑娘》。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粤剧早期带着那份泥土的芬芳，天然不加雕饰的风貌。与陈奎林合作的，同样是来自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张派老生吴春燕，一起来欣赏他们俩的精彩表演《九金姑娘十指筒》，请欣赏。还有神龙西山黄昏那个龙，都人手软都要用，随时应该喜家痛。还有关衙的三棍交进那通啊，南方的个红旗那通魔通十年了要苦与该无的龙，要苦与这个无该那个痛。有该无的是我该，有的不该是头不痛。你要苦的无该那个痛，有的不该是真痛。你还要苦恩恩爱爱夫妻同，问侬阿能懂得那懂？夫妻同中人爱，谁是早干挑是痛。哎呀，地区的童名真难懂，领导叫外国金丝拉的动。一道城墙的通风湖，第五代两人哭，这城里无需企鹅证，家家户户开仓库钱，猪白马扎满人民，个皇帝手当中。三家乐事都用起，14家头闹轰轰闹，轰轰你觉得童年呀不难，银堂去叫杨风通，千军万马是风中，一发凤凰所当松，风飘靡靡江苍空，一年到呀闹还有一只奇瓜那个龙，一根黄灯在当中，一根五波冲天那个风，个上头一记松，一个下头活龙洞，里
问侬阿囡叫啥个拉东？这两件东西听听见，名堂就叫吊丝筒啊！哦，哎呀囡，这这些东西拿掉，我们叫财力苦苦包嘞。阿爹呀，侬是会哭的嘛？快的阿囡东滚桥，这在农民兔子阿头，我背起个大伤往这家去啊！这里老你又想南路南北了阿东。阿囡，我起来。李敏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，著名。